屬豬者2026年運勢，水火既濟，任合生輝，低調中見乾坤的轉機之年。親愛的屬豬朋友，告別了變動與勞累的年份。2026丙午馬年對你而言，將是一段暗潮湧動，但終歸平穩，貴人暗助且機遇暗藏的奇妙旅程。從五行命理來看，亥豬屬水，午馬屬火。水火相見，看似相克，實則在12地支中存在住極為特殊的亥午暗合關係。這意味住在2026年，你的運勢並非那種大張旗鼓、烈火烹油式的爆發，而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進步。很多好機會是在私下洽談中達成，很多貴人是在你最需要的時候悄然出現。這一年對屬豬者來說是化解壓力、穩中求變、情感滋潤、謹防漏財的一年。如果你喜歡，請點讚和訂一總體運勢。絕處逢生的貴人年，2026年屬豬者的整體運勢可謂是先有小阻後有大成，正面能量。兩大頂級吉星月德與地解齊聚，命宮月德象徵住上天慈悲的庇佑，能讓你逢凶化吉，將災厄化為無形，特別有利於提升人緣與化解職場是非。地解則是解決問題的能手，代表無論遇到多大的麻煩，最終都能找到解決方案。此外，龍德吉星的出現，預示住你的努力終將獲得權威人士的認可。挑戰點受小耗與劫煞星干擾，這一年容易出現財富彌漏的現象，並可能伴隨一些突如其來的突發狀況。由於水火交戰，內心的焦慮感會比往年稍重，需要學會情緒自我調節。總結：2026年是你厚積薄發的年份，不要急於推倒重建，而應在現有的基礎上微調，利用暗合的人脈優勢，在低調中完成人生的升級。而事業運勢，貴人暗助化繁為簡，上半年應對變革以退為進，磨合與適應。農曆正月至4月，上半年職場環境可能出現一些微小的震，如上司調動或職責微調。由於劫煞的影響，你會感到一些計劃外的任務突然降臨，打亂你的節奏。人際修復，月德吉星在此時發揮作用。如果你之前與同事或客戶有誤會，上半年是主動示好修復關係的黃金期。你的溫和與寬容會為你贏得極佳的口碑。策略：保持多做少閱，在變動面前不要急於表態，利用這段時間觀察局勢，做好基礎工作的優化。下半年驚喜突圍，權力擴張，任何生力。農曆5月至10月，進入下半年，特別是進入秋季後，你的事業運將迎來真正的轉機。很多之前停滯不前的項目，會因為某位任中貴人的指點而迎刃而解。龍德星能助你獲得更高層級的關注，有升職或被委以重任的機會，技能變現，你的專業才華會得到更廣泛的認可。如果你有副業或跨界合作的打算，下半年是付諸行動的好時機，且容易在私下洽談中達成極其有利的條件。總結：下半年是收穫的季節，請保持你的敏銳度，捕捉那些非公開的資訊與機會，那才是你今年事業飛躍的關鍵。三財運勢，正財穩定，嚴防小耗。上半年防微杜漸，謹慎消費，財富彌漏。受小耗星影響，上半年你的錢包容易出現慢性失血，可能是頻繁的社交應酬、衝動性的網購或者時間中物品的更換。雖然每筆金額不大，但累積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。投資手勢，此階段不宜進行任何形式的盲目跟風。對於親友推薦的內幕消息，要保持警惕，避免因為面子問題而參與不成熟的投資項目。下半年理財獲利，今季有期，正財穩健。隨住事業的好轉，下半年的工資收入與獎金會非常穩定且有驚喜。對於從事銷售或按件計酬的屬豬者，下半年的提成將相當可觀。意外之財，
地解星能化解破財之災。如果你之前有債務糾紛，下半年有望達成和解。同時下半年可能會有小額的意外之財，如中獎退稅或長輩的饋贈。理財建議：2026年屬豬者適合穩健型理財，建議將多餘的資金投入到低風險的理財產品或進行實物儲蓄，如黃金，以對消耗帶來的流失感。4感情運勢，金合生情甜蜜穩定，上半年魅力暗湧，緣分隨機。單身者，金合之年桃花往往出現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可能是一次老友重逢，或是工作中的合作夥伴發展出好感。這種感情通常不會立即公開，而是有一段美好的地下情或曖昧期。關係檢視，對於已有伴侶的人，上半年是考驗默契的時候。由於水火克戰，你可能會覺得伴侶不夠懂你的壓力，需要加強深度溝通而非冷戰。下半年紅鸞心動修成正果，情感升華。下半年感情運勢走高，單身屬豬者有望在秋季確定一段穩定的關係。對於感情成熟的情侶，這一年是非常適合討論未來規劃甚至閃婚的年份。家庭和諧，已婚者下半年與配偶的互動會更加和諧，家中的氣氛溫馨。若有避孕計劃，下半年成功的機率非常高。防範隱憂，需要留意的是，由於今年人緣太好，已婚者在社交場合要分清界線，避免因為過於熱情而讓伴侶產生誤會。總結：2026年是屬豬者的情感滋潤年，感情生活是你在疲憊時最好的避風港，請多花時間與愛人相處。5健康運勢，注意水火調節，保養腎心。上半年情緒起伏，留意睡眠、精神壓力。水火交戰最直接的影響是情緒波動，上半年容易出現焦慮、失眠或心火過旺的問題。腸胃保護，注意飲食衛生，避免過度辛辣或寒涼的食物交替食用，防止腸胃功能紊亂。下半年體能回升，關心系統，重點養生。下半年要注意泌尿系統與心血管的健康，多喝水，減少熬夜。由於今年火氣較重，屬豬者水容易感到燥熱，建議進行一些柔和的運動，如太極瑜伽或散步。長輩關懷，同時也要多關心家中長輩的健康，定期帶他們進行體檢。總結：健康運總體在線，只要不長期透支體力，並保持樂觀的心態，便能整年神采奕奕。2026年屬豬者轉運錦囊，開運色彩：2026年屬豬者最適合藍色、黑色本命水，增強自我實力，以及白色、金色金生水緩解壓力。貴人方位，你的大利方位在正東與正北。若有重要談判或遠行，可優先考慮。吉祥物建議可佩戴或在床頭放置生肖兔或生肖羊的飾品。豬兔羊三夾局能進一步增強你的貴人能量，化解劫煞心態修煉。牢記靜勝燥，寒勝熱，遇到急事先停下來喝口水，冷靜3分鐘，你的直覺會告訴你正確的答案。7總結：流水不爭先，爭的是滔滔不絕。屬豬的朋友，2026年對你而言是從容不迫的一年。上半年是你的沉潛與修復期，不必急於求成，把那些瑣碎的問題一一解決，就是最大的進步。下半年是你的借力與突破期，吉星的護航會讓你在不經意間跨越層次，實現職位與財富的躍升。丙午年的火雖然灼熱，但你這股亥水具有極強的包容力與智慧，只要你能保持那份善良與樂觀，所有的克制都會化為磨練你的養分。2026年請相信暗合的力量，相信貴人的眼光，你必將在低調中書寫屬於自己的傳奇。屬豬者2026年年度箴言：貴人暗助解千愁，月德高照福祿流。不與火爭一時烈，自有流水向東流。如果你喜歡，請點讚和訂，我們下次再聚。